而係宗教委員會嘅分享。你不間斷在我背後追趕我，你用慈愛聲音呼喚我，從此渴慕住在你裡面，在你翅膀下躺臥，你用慈愛恩惠保護我，你是我的牧人，不斷尋找我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你是我的牧人，親自尋找我，耶穌，我願意將一生交託。你領我到水邊，傾聽每段禱告，你把我的靈魂蘇醒，我必不致缺乏，只需讚頌你的名，耶穌把我尋回到身邊。你不間斷在我背後追趕我，你用慈愛聲音呼喚我，從此渴慕住在你裡面，在你翅膀下躺臥，你用慈愛恩惠保護我，你是我的牧人，不斷尋找我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，你是我的牧人，親自尋找我，耶穌，耶穌，你不間斷在我背後追趕我，你用慈愛聲音呼喚我，從此渴慕住在你裡面，在你翅膀下，耶穌，我願意將一生交託，耶穌把我尋回到身邊。你不間斷喺我背後追趕我，喺我哋生命裏邊呢，上帝係經常嘅尋找我哋。今日好開心，週會我哋請到趙承恩宣教師喺當中咧分享佢嘅見證，上帝點樣喺佢嘅生命裏邊去尋找佢，而且咧得着佢，讓我哋咧真係喺週會裏邊專心去聽，去睇下上帝嘅作為，亦都睇下咧趙宣教師點樣去回應上帝呢一份嘅愛。今日嘅分享到呢一度，多謝。